下天氣啦，係密雲間中有雨，同埋有幾陣薄霧，吹清勁嘅東風。1點鐘氣溫係18度，相對濕度96%。一般監測站嘅空氣污染水平係輕微至偏高，路邊監測站係偏高。紫外線指數係0.5，強度屬於低。新聞報道完啦，再會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氣候。太子珠寶鐘錶及瑞士豪雅錶贊助播映。你稍後去緊一套劇集《不能結婚，天賜難》。